阮得到帮赞是倚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无论什么所在有两三人伫我的名聚集，我也踮伫恁中间。三甲来吟诗，圣诗第4首，圣诗第4首，天下万国众人着听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咱游玩徛地，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入宾犹太岛任来受苦，顶12个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，对死人中复活上天，打得哩全能的爸上帝大兵，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圣公堂的教会，圣大上帝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大名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第3篇，启应文第3篇，也是诗篇第2篇。我来启，请咱的会众来译。列国是安怎做声势？地上的君王得败阵，统治者斗阵计谋。伊讲。咱来讲喙压制咱的担，上主就伫天顶得笑，伊生气，甲因警告，
我神山的我已经设立所竞选的做王。君王讲，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。对我求，我要将列国互你做领土。你要用王的铁管，甲因讲喙。正君王啊，着警醒，着用敬畏服侍上主。才免伊起圣地，互恁伫路中灭亡。追求上主做避难所的人，真有福气。请恁三甲仰头来祈祷。听阮世间人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俄罗你，伫过去的年日，因带保守、看顾阮，拢得到平安，阮献上感谢。伫即个受分别的日子，你正受竞选的今日，伫即分别的早起，做一届组织伫圣殿内，要同心俄罗敬拜你，求你按耳孔听阮的俄罗感谢甲恳求，搁使阮有想袂到的平安甲喜乐，感谢你。伫即个夏季的日子，求主保守阮伫即个季节，常常会拄着风台甲无稳定的天气。求主保守，互阮无拄着恶担当的事。另外，伫暑期中有真侪宴会甲训练活动，求主保守，拢会当得到平安顺利。阮的青年也有面对升学考试的，伫分学中求主保守因头前所面对的学业，也有好的成果。求也有出外工作，也是辛苦病痛的，求主亲自伸手保守因带因。伫8月初，阮有新的传道师要加入阮教会三堂内牧养正会友，求主保守传道所做一切工。即是求主引带陈牧师对你所领受的，要分享互阮众人，求主亲自拍动阮每一人的心。互阮有教业的行动来回应主的呼召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大家来看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伫马可福音书第6章，马可福音书第6章第30节到34节，甲53节甲56节。我来读。使徒自集上群耶稣，将因所行所教示的拢甲因讲。耶稣甲因讲：恁家己甲我来去旷野的所在，休困伫仔久，因为往来人多，连食也袂固定。因就上船去旷野的所在，家己住。众人看见因去，有侪人知，就对这个城步行3甲走，大声应告。耶稣出去看见规大阵的人，就怜悯因，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，才用侪项教示因。第53节，过去了，就到敬尼撒勒地，船趴伫岸呢。已经离开船，人连面认得因，便行迄个所在。见若伊伫什么所在，就将簿仔将病人到遐。见若伊所入的乡舍、城市、乡下，因将病人下伫家市，求伊若使互因摸伊的衫机的手。若是蒙着的人，拢得着好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的人。这是俄罗声圣歌队所要唱的诗《主祷文》。
正道，这是请陈牧师来正道。题目是你是谁？条件君王有啥事？为虾米？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分享大声，咱搁一届做伙来感谢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你用你的信心感动，邀请阮，每一个受你有定竞选呼召，属伫天国的子民，一这主日倒一届来到你的面头前，互有机会用诗歌，用阮的嘴，献上阮对你的阿乐甲感谢。但只是也求你的神拍开阮的心门，将你要启示阮、感动阮、帮助阮的这个信息藏伫阮的心内，来成做阮以后性命甲信仰的准证甲帮助。愿主你的神运行一这中间，愿安尼向你仰望交托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上帝伫倒位？上帝伫倒位？这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真严肃、真重要的议题。上帝伫倒位？这个议题，毋是互咱干那用神学直接去探讨。上帝伫倒位？嘛毋是一种信仰的财物。这个议题对咱的灵修操练有极大的影响。如果讲对这个议题有错误的神学的认知，若是这个神学认知错误，不管咱安怎来灵修，安怎操练，咱就无可能将咱的信仰实践伫咱的生活中间。上帝伫倒位？要去倒位敲吹？要去倒位找到上帝？这对较早到现在基督徒来讲，拢真重要。特别对伫咱21世纪的基督徒来讲，咱现代人所面对的是一个生活的节奏非常的快速，资讯非常的发达的一个世代。会当该敲找到讲家己想要买的物件，要安怎找到，是非常的重要。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即马手中拢有一支智慧型手机，对无？我毋是讲恁做礼拜无专心，我是讲恁拢有这种物件，对无？当你若想要买啥物件，你就马上摕起来，然后划一下，对无？你想要知影啥物款的财物甲资讯，你就赶紧摕起来划一下，对无？你毋知影代志要安怎处理，你就赶紧摕起来划一下，对无？这对现代人非常的重要，是安怎？因为咱毋忙，啥物代志拢会使快速、有效率、正确。因为咱逐人拢无想要浪费时间，嘛无想要开会野话的体力甲精神。总是我要问的是，咱的信仰敢有目标？咱即马的升学的财物甲知识敢有正确？咱的祈祷上帝有要听无？咱活伫即个世代，咱毋忙啥物物件拢会当快速、有效率、正确。总是偏偏咱面对咱家己信仰的时，咱会想讲，豆豆来就好，咱会当慢慢进步。即世人了得足久的，嘛无去想讲，我升学或者的财物甲信仰的知识有正确无？咱的所思所想所讲的，到底有合主的心意无？上帝伫倒位？一礼拜日吗？一礼拜的堂内底，还是一整个礼拜的中间？若是问这个问题，普遍的基督徒拢会回答讲：上帝就充满伫这世界逐角落啊！上帝在咱的身躯边啊！上帝伫咱的心内啊！是无毋对，上帝确实是安尼一个存在。有人为着福音的缘故，这件良善的事，上帝伫遐；有人为着家己歹的念头，这件歹的事的时，上帝嘛伫遐。所以不管咱人做好做歹，上帝拢伫遐，拢有看去，也拢知影。既然安尼，咱是一个啥物款的人，咱拢咧想啥物代志，做啥物，
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啥物，甚至咱的所思所想出发点是为着啥物，这比起了解探讨讲上帝伫倒位搁较重要。无毋对，敲找上帝最重要，总是咱甲上帝是一个啥物款的关系搁较重要。对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去讲上帝来到世间，伊处人的形象带伫人的中间。上帝伊用目像的身份伫生活，伊用先知的角色伫服侍众人，伊用君王的身份来呼召伊的学生。上帝伊是以色列的王，当伊来到世间处人的形象的时，伊嘛是承接大卫的王位来成做以色列的王。所以不管是属灵上，还是政治上，人的组织上，伊拢是一个合法的王。也当讲，就是以色列人民的王。总是，咱若是详细来看福音书的时，当时无人知影安尼的一个事实。这段经文上主要也是要互耶稣甲前一段的这个经文希律王，成做一个对比。一个是上帝国的王，一个是这个世间的一个小王。虽然耶稣在属灵上、政治上拢是合法的王，总是咱看去讲，这个君王伊并无住伫皇宫内面，伊无穿水衫，伊无享受任何的奢华宴乐，伊颠倒常常去到伫无人、旷野、安静的所在，伫遐甲伊的学生做伙休困。伫安静的时，伊会当真清楚来教示伊的学生啥物是真理。伫安静的时，来教示的学生安怎安静伫天父上帝面头前来祈祷。倒伫旷阔无任何资源的环境处境下面来服侍众人，用安尼来显明伊即个基督君王的能力甲权柄。耶稣的王权是对上帝遐来。伊的能力嘛是伫信心充满了后来发挥出来，伊的目标嘛是照上帝予伊的蓝图来建立上帝的国度。总是咱若是用前一段经文的希律王来对比的话，希律王伊的权柄是对罗马皇帝遐来，伊的权柄甲能力从来都毋是来服务犹太人，拢是为着家己的好处甲利益去图谋。伊这个犹太王的这个身份，不过嘛是靠巴结皇帝、收买贵族来得到。而且咱若是做这个对比的时，咱发现讲，白白是做王，总是有无共款的作为。耶稣伫信心充满了后，有行济的这个生涯技术，一人的面头前，总是伊从来都毋是为着要顶封神，伊目的是要来服侍人。以色列人会当讲，自对旧约时代开始，就面对济帝国或者是市民统治，来到罗马帝国嘛相共款，人民犹原是过伫一个无尊严、无自由、无透放的处境下面。不管是心灵上，还是实际的肉体上、生活上，拢拄到一个真大的压迫。希律王伫这中间，就是要来扮演代替罗马皇帝这个统治者安尼一个角色。总是咱看到希律王，伊将来都要用伊所有的权柄用来服务以色列人，伊将来就是为着家己的利益、甲好处去使用权柄。那回头来对比主耶稣的话，耶稣伊来到世间，虽然知影讲传道、传福音，确实伊的第一要务，总是伊嘛愿意用伊的生涯技术、这个权柄甲能力来服侍众人。伊看见人伫生活上确实的需要时，伊就真正出手去讨帮来解决这个人的问题。那安尼，毋是敢有家己服侍尔，伊嘛愿意欢喜将伊服侍的权柄来分享落去，互更较侪愿意军队的人有机会做伙来服侍，而且互伊差派出去服侍的人，
倒转来的时，拢能得到身心灵全人的这个休困。耶稣也常常引带伊的学生，教导因安怎来面对世上的软弱的、欠缺的人。一个君王，伊是一个什么款的形象？伊的下骹手人，就应该爱学安尼的形象。若讲一个君王亲像木匠相共款，那咧军队伊的人嘛得亲像木匠。这个君王做啥物？军队伊的人嘛应该爱做啥物？耶稣的官兵是对天父上帝遐来，这个官兵的使用就是建立上帝国，服侍众人。那安尼每一个受呼召、受竞选的这个门徒，伊的官兵、伊的能力嘛应该用伫服侍人。对今仔的经文，咱嘛看起一个事实。耶稣真注重伊的学生是服侍了后，会当有分享的机会，会当是肉体甲精神上拢得到休困的时间。咱看起经文，耶稣的学生服侍转来了后，真欢喜，真踊跃，要甲耶稣分享讲因出去服侍的情形。总是咱看起讲，要来找耶稣的人真济，真踊跃，人一直咧来。经文描写讲，因含食饭的时间都无。总是耶稣用行动来教导伊的学生，互因知影讲爱有时有尊，服侍有时，休困有时。耶稣并无讲，因为人足侪人需要艰苦，伊就甲伊的门徒讲：恁饭莫阁食好无？起来服侍，恁较好意思食饭。你看外面足侪人。伊嘛无甲伊的门徒讲，你看有人一仔艰苦白忝，你较敢休困？你袂当休困，你起来继续做工课。耶稣无安尼面对伊的门徒，耶稣爱伊的门徒、伊的学生知影讲，服侍时你着好好认真服侍，休困的时你着好好休困。耶稣安尼的原则，毋是因为分担，而是讲。这个工时袂当超过8点钟。耶稣毋是为着安尼，伊用行动来教导伊的学生，伊带伊的学生离开众人，去到一个无人、偏僻、旷野的所在。伊安尼目的，乃是要互伊的学生有时间，会当安静伫上帝的面头前，伫安静的中间，通过彼此服侍的分享，倒一载。来得到快乐，得到安慰甲激励，嘛通过安尼，会当提醒家己，会当服侍官兵拢是对主耶稣遐来，嘛阁互因有一摆安静的机会来自我反省，来思考，是安怎我有安尼的机会服侍？通过安静的反省，其实嘛较知影讲家己所做是为着啥物。通过安尼，才会当将一切懊恼、感谢甲荣光来归乎上帝。较袂家己做的了后，家己感觉真荣耀、真请赢，一只顶丰盛。总讲一句，耶稣带伊的学生去到偏僻安静的所在，是为着要互伊的学生通过安静甲休困，头壳会当清楚，心神会当清气。知影家己到底是徛伫啥物款的位置，担任啥物款的身份，因身躯顶的能力甲权柄是为着要做啥物？若是讲对比耶稣带门徒去到伫旷野，即种安静无资源的情形下，咱来对比希律王伊的宴席是啥物款的情形？咱能想象一车花宴乐的中间，音乐放哦，遮大声，大家真快乐。啉安尼酒醉，倒一女色的引诱下面，到底人会当保持伫啥物款的精神状态？伫这风景内底，每一个人拢伫追求个人的利益甲好处，大家袂食互相设想，拢是相斗、相拼、相冲、相争。安尼对比下面，到底围累伫希律王边仔遮的人？因是一个啥物款的状况？
对比耶稣伫旷野带学生，这都是一个啥物款的状况？伫遮除了耶稣甲希律王有一个对比以外，其实学生甲一般或者的人民嘛，正做一个对比。对耶稣，伊出来服侍传福音了后，伊讲真侪道理，行侪侪新约奇事，总是自头到尾，跟对耶稣的只有这12个人，这12个学生。伫耶稣的时代，因为罗马帝国的压迫，所以人民的生活是艰苦，普遍拢是丧乡的。因为伫经济上受到剥削，受到无公平这个对待，所以伫安尼处境下面，人民无收入，营养无饱足，心内阁郁卒，对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压迫唔甘愿，所以身体就破病。总是这个破病是对心内所引起，对心内所引起，就是这个安尼的情形下，因看到一个会当宣传上帝国福音，一个会当行新约奇事的一个人，主耶稣出现了后，伊就对主耶稣的身躯顶来看到望。因将所有家己的需要、所有的欠缺，需要耶稣来解决的代志，拢带来到耶稣的面头前。对当时的人民来讲，我的病会当医好，我的身体会当健康，我的性命会当延续，迄是上重要的代志。简单讲，就是你互我好活落来就好，其他的拢莫讲，活落来上要紧。伫遮咱敢看去讲，围雷，也是讲来到耶稣身躯边的人，有人是要来找耶稣解决伊的代志，有人是要来找耶稣来解决伊的代志，总是也有人是对伫耶稣的身躯边，伫帮助耶稣解决代志。有人是坐伫路边，有人是倒伫遐等人赢，只咧听候耶稣去找伊。总是嘛有人是跟对耶稣做伙出去找人，有人是满足家己的需要了后就离开，总是嘛有人学耶稣相共款，出去看去人的需要。有人伫等耶稣服侍，总是也有人伫跟对耶稣做伙来服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的王伫倒位？你的王是倒一位？你的王心内迄个王，阁是一个啥物款的形象？你的王伫做啥物？咱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属灵的君王，伊无住伫皇宫，伊即个王的权柄，嘛是用来服侍众人。咱的王甲所有丧乡的、欠缺软弱的人相甲抵地，这就是咱的王的形象，一个奴仆服侍人的形象。每一个受呼召竞选的这个学生，嘛应该爱学伊相共款，爱一个处这个奴仆形象，做伙出去服侍人，而且爱超找家己会当服侍的所在，爱超找家己会当服侍的机会，毋是只啊等耶稣来甲你服侍。虽然耶稣差派伊的学生出去服侍了后，真辛苦，总是伊对伊的学生是认住的，伊的服侍是有原则的。伊爱伊的学生爱会晓服侍，会晓拼，总是嘛爱会晓休困甲安静，会晓活泼，总是嘛爱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头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咱安尼探讨落来，目前为止，你是对一个角色？你是超找君王、调起君王了后，要来报告你的服侍的，还是找到君王了后，要这个君王替你解决代志？你是甲君王做伙服侍，也是你听候君王来甲你服侍？你所卡步的是一个啥物款的角度？是亲像希律王的角度相共款，个人超追家己的好处甲利益，个人多无家己的这个位置甲好处。也是讲要亲像上耶稣所宣传的上帝国相共款，彼此相听，彼此关心，
彼此服侍。上帝伫倒位？主耶稣搁伫倒位？你找耶稣有啥物代志？你的祈祷都是为着啥物？你的祈祷是要按这个基督君王报告你的服侍，还是讲你的祈祷只是常常按耶稣来呼求，伊来解决你的代志？愿今仔日的经文会当成做咱未来信仰上的思考甲激励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一世间会当听到福音，煞来信，这就是阮活伫世间上大的恩典甲福分。伫世间会当受竞选呼召，做伙甲主耶稣同工服侍，这嘛是极大的福分。恳求主上帝你的神，搁一届来甲阮提醒，甲阮激励，互阮会当掠着安尼机会，会当互阮珍惜安尼福分。有时间、有体力、有机会，就起来服侍。主耶稣，真侪人伫敲找你伫倒位，阮真清楚。主耶稣，你就是甲遐个丧香的、欠缺软弱的人相甲伫地。当阮会向起来服侍安尼人的时，阮就甲你相甲伫地，阮就来找着你，阮就来甲你做伙来服侍。愿主你的神继续安尼来引带阮，原来向你祈祷、仰望、交托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圣诗第557首，圣诗第557首，咱就找求主上帝。这是来奉献，请李碧清老太太结束来书献。
这是来报告，报告的大声，咱先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我念一遍，请咱来念两遍。因为人主教毋是要采用人，是要互人采用，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罪人。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，请。因为人主教毋是要采用人，是要互人采用，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罪人。马可福音因为人主教毋是要采用人，是要互人采用，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罪人。马可福音请咱掀开周报的第一页，就是咱顶礼拜聚会出席的情形甲奉献。只有后礼拜的侍奉人员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一页的通计卡只有2项要咱提醒。第一个就是请咱会友爱提早到前坐，大家彼此提醒对家己的心敬拜归心。咱所以提早到，咱是9点45进前就爱到毋是9点45以后到。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，时间也还袂到11点半，请咱伫4楼来联谊到11点半，咱较做起来6楼用爱餐，请咱来配合。第2页，咱有周间的聚会出席情形，甲教育部的课程，咱家己来看，这个时间咱家己来看。咱来掀开第3页。就是咱小组聚会的时间，请咱到咱适合的所在，咱各区的所在来聚会。第4页是小组的大岛，第5页是咱奉献的明细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假使若有订单的，请咱把咱的奖金来更正。周报第6页，消息报告：本主日7月22日中昼12点，伫701室调开关怀部会议，请部员出席。7月28日下晡3点，伫701室调开大楼管理委员会，请委员出席参会。10月7号会员临时好会，会友的名册公告伫4楼咱的公布栏，请咱来参观。假使若有漏交的，请咱行政部来更正。
7月29后主日下晡1点，伫701式调会教育部会议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下晡1点，伫6楼办公室调区行政部会议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9月消息，中华新派任的传道张振义到本会，伫8月初1到任，8月初5咱要上任，请有伊的服侍来导。第2项，国团计会长监选，甲的时间伫学生甲少年团计8月底以前爱选举员，其他的团计伫9月底进行改选完毕。负责监选的长老，敬请省略：双联吴传兴、少年团计陈维明、妇女团计余启平、圣歌队陈建洲、妇孚团计林中洲。得胜者李文佳、社青陈维明、倒球社吴传兴、学青李文佳、敬拜团陈建洲。请咱各会长伫将确定改选的日子来这中小委员联络。第3点，中和2018年高中大专学生的新生的名单，直接咱家己来看。有真侪漏交的，也是还袂达咱的关个教育部讲的，请咱有漏交的，请关怀部来讲，互咱会当补丁吼。展开第4点，社区才艺班的招生，日语班8月初4起，下晡每礼拜六下晡1点半到3点，伫705教室上课。咱的招生海报咱家己来看。报名到7月28日截止，欢迎邀请福音朋友参加。咱请感成技师也是电舞动干事来报名吼。第5点，主日学英歌之旅自由自主的项目，时间7月28日拜六9点50伫桃园火车头集合，16点转来。地点是英歌博物馆、英歌老街。咱有2组，第一组是4岁到10岁，第2组是10岁以上。费用该就咱家己来看，请陈碧元老师来报名。得胜者问题处理书记的训练课程地点8月11日拜六9点到5点半，伫黄文长老教会，请咱刘敏洲执事来报名。教界消息，本会李庆忠长老伫7月23日拜要参加北大阿卡小组聚会，请代祷。第2点，新的教会设教140周年篮球联谊赛的消息，请咱家己来看吼。后要参加的，请伫咱的后壁的公布栏来登记要坐游览车的吼，并请咱的干事来登记咱的资料。第3点，2018年德中妇女零售会零售旅游活动9月17到18，太平山2日1夜的零售旅游，请咱简秀族会长甲朱美玲姊妹来报名。第4点，平安7月节音乐会报名开始咯，请咱邀请咱的亲朋好友来同享音乐，见证心灵的平安。时间8月25日暗时7点半开始，咱7点就会使入场。地点伫展艺中心、艺文展艺中心演出的单位无声合唱团、拉拉山精灵合唱团甲八角塔男声合唱团。请咱郭副长、小组长也是办公室舞动干事来报名，交费到8月初4截止。以上的报告，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啦。无，咱来唱上营391首，上营391首，乌老天顶主宰。
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引带到阮三个之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听者祝歌。电乐灭倒。平安礼，把你的正平倒平，后天后壁，讲耶稣听你。